今天我们要去找的是一位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掌勺的大厨。不会是烧包子的吧？包子他也会做的，但是今天要烧的菜比包子有技术含量多了。来看看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哎，陈瑞啊，过年了，我妈呢要跑苏州来，特意看看我。看你这个乖儿子啊！是，你说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带我妈去吗？推荐一下。哦，要说起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苏州酒楼，必然要说到小小德月楼之德月楼。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德月楼里面有个大厨特别了不起，也是今天我们要拜访他的。他牛在哪儿呢？他这个头衔名片上写不完。有几个头衔？太多了，比如说什么中国烹饪大师啦，什么苏帮菜传承人啦，中国营养大师啦，中南海这个做过这个饭给领导吃啦，等等。最重要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年纪比你大，长得比你嫩。这个我是真不信，我向来是以扮嫩为主的。他说他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去找最嫩的他，好嘞，走吧。看谁更嫩。请留步。不够嫩，比我嫩，肯定不是他，不够嫩，还是我比较嫩，还是你比较嫩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师傅，请留步。叮叮。你好，皮肤很好，白里透着红。下一个，唇红齿白，有够嫩。你们俩看起来，我觉得谁更年轻嘛？他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陈大厨啊？是不是那个一大堆头衔名片都写不下的陈大厨啊？果然找对人了。这位嫩香的陈师傅是德月楼的老员工了，19岁就进来工作，到现在已是德月楼最资深的总厨。2005年的时候，他被调任到国务院办公厅服务中心，专门为政要们烧菜。师傅，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充满了国家领导人签字的？对，首日封。首日封。哇哦！哎，哥看，识字吗？这字读什么？温家宝。温家宝。对。哇哦！这些全都是吗？对。哎，当时是什么样的？有没有就是像那个普通的那个粉丝一样，拿着一张这个明信片，期待，然后他来了你就冲上去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这个是不允许的，只能在首长有时候单独在就餐时，让服务员跟他说一下。师傅，这一本我出价1万块，你卖不卖？这个是不可能卖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不是钱少，这是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啊，值得纪念的东西。女儿是陈军的心头肉，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女儿1周岁的时候，陈军就离开了家。就是一年过后探亲假的时候呢回来。当时在门口，我女儿看到我，简直不知道叫什么。叔叔，是不是叫叔叔了都？对，基本上对着我发愣，因为毕竟小孩子小，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哎呦，心中的愧疚让陈军更加顾家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他都尽量替老婆做掉一些家务，而每周1天的休息日，他也一定给女儿烧她最爱吃的菜。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烧一个水煮鱼。就是每个星期你都必须要烧的。基本上要烧。就是老婆孩子爱吃是吧？说有咱就有啊。你看呢？这个正好是昨天吃剩的这个酸菜鱼。这个这里面这个细的是什么面啊？这个粉条。粉条有。哎呀，家里有一个厨师当老爸或者是当老公真好。这个昨天买了一条这个鱼还没吃完，这个鱼头鱼尾今天准备是晚上炖汤。厨师这一行当不进则退，特别是在德月楼这样的企业中，每年都会引进不少的人才，稍有懈怠就会被新生代超越，所以任重而道远，除了创新，还得将老的东西好好的保存下来。那么今天陈军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绝活呢？今天这个菜赵薇有口福了，领导人喜欢吃的这个菜，名字很好玩，叫做花絮。花絮。影片的花絮。不对，花絮。甩水。甩水。甩水对。
最近中央提倡就是洗完手之后不要用那个纸张，对，就是把它甩一甩，所以你就把水张着，环保。去接那个水是吧？甩水，他今天做的是一种汤的料理，一种那个烧的红烧的。甩水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水在哪里？他们俩的点啊，完全就不在一个频率上，知道吗？其实甩水呢就是鱼尾巴，鱼的尾巴。甩水是江南水乡地区最具代表的特色菜了。苏州老话“青鱼尾巴连鱼头”，过年过节家里头都会烧一道甩水。可这甩水看似平常无华，但是要烧得好吃，这可不是光凭调料调出来的，完全是凭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。这甩水取出的部分非常关键，只取尾极后一段，这一部分的肉最活最嫩，蛋白质的脂肪含量非常丰富。第一刀呢是开在这个外面的鱼鳞还没有刮，对不对？已经刮掉啦，已经刮掉啦。第二刀呢是我们开在这个它的中间鸡骨上面。哇！甩水部位的肉质肥厚，开刀之后以便受热均匀，更加入味。好了，这个改完刀之后啊，这个划水已经变成像孔雀开屏一样了。现在要上锅了是吧？来吧。烧到后呢，我们把它润一下，哇！哎，为什么又倒过去了？就把油让锅热热，是不是？对，炖一下锅。热锅之后下葱白。好。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道菜了，清炒大葱。啊，那这个出来给你吃啊，我不吃。爆香过后呢，由于那个，这个葱放在鱼里不好看啊，就是把葱油熬出来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那么把这个葱呢捞走。这样葱里面油里面就有葱味了，对，香味了。好，那么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淮水呢放入这个锅里面。平平的煎一下。其实煎这个甩水的时候，是不是跟煎鱼？哦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去动那个锅啊？一般不是说不要去动它吗？一般如果锅不烧烫就鱼就粘起来了。像我已经烧烫了，不会粘。哇，你好帅气哦！乾坤大挪移。这个油已经溅到了后面，我走在师傅身后。我们最好再把它翻过来。徒手翻啊！对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这样。哇，这臂力了得呀！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，陈大厨煎鱼用油不多，油只是起到了一个润滑的作用，主要是这反反复复的滑动让鱼受热均匀。接下来呢，撒上姜末，喷点料酒，搁上老抽，润上水。其实这个做法真的是跟红烧鱼一样，但是讲究在这个火候上，是吧？你看这师傅的脚啊，不断的在控制那个火候，一下大一下小。现在需要大火小火。首先呢，把大火把它烧开，烧开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可以最基本的盐把它放进去。好的，这要不要勾芡的？这个菜呢，基本上是不勾芡的。为什么呢？靠它的汤水自然的稠上所以它的芡呢叫做自来芡。自来芡。对。 3到4分钟之后，加上苏帮菜最不可或缺的糖，增加粘稠度、光泽度，自然上酱。筷子搓一下筷子搓一下，搓得动了，说明熟了。要戳透吗？要搓得透，对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还没熟，我搓看。搓看，不怎么透，好了。还有点硬。还有点硬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还要把它焖一会儿。再焖一会儿。前后后的步骤并不复杂，但是在现场，鱼和调料结合出来的香味太勾人了，使得平时不做菜的张磊都开始跃跃欲试喽。觉得特别有自信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硬件条件首先够，就差软件了。就是智力不大够。不是，就是技术不大够，不是智力不大够。我就觉得看了这个陈师傅的一系列动作以后，我觉得他除了可以做这个鱼啊，他还可以去做印度飞饼。因为他这个转的技术特别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？马上就要开了。哇哦！天哪！随着甩水最后一个华丽丽的翻身，可以装盘了。师傅，你要很帅气的把它放到盘子里去啊！哎呦，好累！哇！甩水。那么这个鱼呢，这个特点呢就是色泽酱口，鲜美可口比较肥，比较嫩这个吃了才知道。它好像唐僧呢，我都急不可耐了，他还在身边说：“师傅，我们能吃了吗？”吃吧。陈大
大厨这不叫啰嗦，而是在给自己打广告。但广告再好，也得经得起钱蕊这张吃遍天下的嘴，不是？你觉得呢？别光顾着吃，说两句好吗？这一口胶原蛋白下去，至少年轻10岁。年轻了之后大概35左右。这个肉质啊，嫩到什么程度啊？闭着眼睛吃，不相信这是鱼肉，有没有一种豆腐的感觉？而且呢，这一块啊，真的是一块活肉哎，就是一点点那个肉的那种纤维需要你去咬的感觉都没有，就是到嘴巴里面就可以直接吞下去，对不对？美食主持人最忌说入口即化这个词儿了。而且啊，这个鱼啊，这个青鱼啊，它那个蛋白质，脂肪的含量是非常高，那么它还特有的含有硒和碘这种微量元素，所以它起到一个抗癌防衰老的作用。是吧？女人最怕衰老了，那这怕是吧？用的是新鲜青鱼最具活力的尾巴，加上大小火不断变换的烹制，这一道家常甩水，经过纯大厨的手，却烧出了殿堂级的口感。每一块好似豆腐一般肥嫩，入口即化。言语不多，靠实干出道的陈军获得荣誉无数，但是他却深知家庭的重要性，把控好家与工作的比重，很少人能够做到，而陈军一直在努力。等等，最重要一点你知道吗？就是年纪比你大，长得比你嫩。这个我是真不信，我向来是以扮嫩为主的。他说他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去找最嫩的他。好嘞，好嘞，走吧。看谁更嫩。请留步。不够嫩，比我嫩，肯定不是他，不够嫩，还是我比较嫩，还是你比较嫩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师傅，请留步。叮叮。你好，皮肤很好，白里透着红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唇红齿白，有够嫩。你们俩看起来，我觉得谁更年轻嘛？他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陈大厨啊？是不是那个一大堆头衔，名片都写不下的陈大厨啊？是啊。果然找对人了。今天我们要去找的是一位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掌勺的大厨。不会是烧包子的吧？包子他也会做的，但是今天要烧的菜比包子有技术含量多了。来看看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哎，陈瑞啊，过年了，我妈呢要跑苏州来，特意看看我。看你这个乖儿子啊！是，你说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带我妈去吗？推荐一下。哦，要说起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苏州酒楼，必然要说到小小德月楼之德月楼。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是吧？你知道吗？德月楼里面有个大厨特别了不起，也是今天我们要拜访他的。他牛在哪儿呢？他这个头衔名片上写不完。有几个头衔？太多了，来听听。比如说什么中国烹饪大师啦，什么苏帮菜传承人啦，中国营养大师啦，中南海这个做过这个饭给领导吃啦。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啊都要烧一个水煮鱼。哦，就是每个星期你都必须要烧的。基本上要烧。就是老婆孩子爱吃是吧？说有咱就有啊。你看呢？哦。这个正好是昨天吃剩的这个酸菜鱼。哦。哦，这个这里面这个细细的是什么面啊？那个粉条。粉条，哦有。哎呀，家里有一个厨师当老爸或者是当老公，这个呢，昨天买了一条这个鱼还没吃完，这个鱼头鱼尾今天准备是晚上炖汤。哦，厨师这一行当不进则退，特别是在德月楼这样的企业中，每年都会引进不少的人才，稍有懈怠就会被新生代超越，所以任重而道远。除了创新，还得将老的东西好好的保存下来。那么今天陈军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绝活呢？今天这个菜赵薇有口福了。这位嫩香的陈师傅是德月楼的老员工了，19岁就进来工作，到现在已是德月楼最资深的总厨。2005年的时候，他被调任到国务院办公厅服务中心，专门为政要们烧菜。师傅，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充满了国家领导人签字的对寿日封？寿日封，哇哦！哎，哥看，识字吗？这字读什么？温家宝，温家宝。对。哇哦，这些全都是吗？对。
哎，当时是什么样的？有没有就是像那个普通的那个粉丝一样，拿着一张这个明信片，期待，然后他来了你就冲上去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这个是不允许的，只能在首长有时候单独在就诊的时候，让服务员跟他说一下。师傅，这一本我出价1万块，你卖不卖？这个是不可能卖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不是钱少，这是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啊，值得纪念的东西。女儿是陈军的心头肉，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女儿1周岁的时候，陈军就离开了家。就是一年过后探亲假的时候呢回来。当时在门口，我女儿看到我，简直不知道叫什么。叔叔，是不是叫叔叔了都？对，基本上对着我发愣，因为毕竟小孩子小，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哎呦，心中的愧疚让陈军更加顾家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他都尽量替老婆做掉一些家务，而每周1天的休息日，他也一定给女儿烧她最爱吃的菜。甩水，甩水，对。最近中央提倡就是洗完手之后不要用那个纸张，对，就是把它甩一甩，所以你就把水张着，环保，接那个水是吧？甩水，他今天做的是一种汤的料理，一种那个红烧的。甩水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水在哪里？他们俩的点啊，完全就不在一个频率上，知道吗？其实甩水呢，就是鱼的尾巴。甩水是江南水乡地区最具代表的特色菜了。苏州老话青鱼尾巴连鱼头，过年过节家里头都会烧一道甩水。可这甩水看似平常无华，但是要烧得好吃，这可不是光凭调料调出来的，完全是凭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。这甩水取出的部分非常关键，只取尾鳍后一段，这一部分的肉最活最嫩，蛋白质的脂肪含量非常丰富。第一刀呢是开在这个外面的鱼鳞还没有刮，对不对？已经刮掉啦，已经刮掉啦。第二刀呢是我们开在这个它的中间肌骨上面。哇！甩水部位的肉质肥厚，开刀之后以便受热均匀，更加入味。好了，这个改完刀之后啊，这个划水已经变成像孔雀开屏一样了。现在要上锅了是吧？来吧。泡到后呢，我们把它熨一下。哇！哎，为什么又倒过去了？就把油让锅。今天我们要去找的是一位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掌勺的大厨。不会是烧包子的吧？包子他也会做的，但是今天要烧的菜比包子有技术含量多了。来看看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哎，陈瑞啊，过年了，你妈呢要跑苏州来，特意看看我。看你这个乖儿子啊！是，你说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带我妈去吗？推荐一下。哦，要说起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苏州酒楼，必然要说到小小德月楼之德月楼。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德月楼里面有个大厨特别了不起，也是今天我们要拜访他的。他牛在哪儿呢？他这个头衔名片上写不完。有几个头衔？太多了，比如说什么中国烹饪大师啦，什么苏帮菜传承人啦，中国营养大师啦，中南海这个做过这个饭给领导吃啦，等等。最重要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年纪比你大，长得比你嫩。这个我是真不信，我向来是以扮嫩为主的。他说他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去找最嫩的他。好嘞，走吧。看谁都嫩。请留步。不够嫩，比我嫩，肯定不是他，不够嫩，还是我比较嫩，还是你比较嫩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师傅，请留步。叮叮。你好，皮肤很好，白里透着红。下一个，唇红齿白，有够嫩。你们俩热是不是？对，热一下锅。热锅之后下葱白。好。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道菜了，清炒大葱。那这个煮出来给你吃啊，我不吃。爆香过后呢，由于那个，这个葱放在鱼里不好看啊，就是把葱油熬出来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那么把这个葱呢捞走。这样葱里面油里面就有葱味了，葱的香味了。好，那么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淮水呢放入这个锅里面。
均匀的煎一下。其实煎这个甩水的时候，是不是跟煎鱼？哦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去动那个锅啊？一般不是说不要去动它吗？一般如果锅不烧烫啊，就鱼就粘起来了。像我一烧烫了，它不会粘。哇，你好帅气哦！乾坤大挪移。这个油已经溅到了后面，我走在师傅身后。我们这会儿再把它翻过来。哦，徒手翻啊！对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这样。哇，这臂力了得呀！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，陈大厨煎鱼用油不多，油只是起到了一个润滑的作用，主要是这反反复复的滑动让鱼受热均匀。接下来呢，撒上姜末，喷点料酒，搁上老抽，润上水。其实这个做法真的是跟红烧鱼一样，但是讲究在这个火候上，是吧？你看那师傅的脚啊，不断的在控制那个火候，一下大一下小。现在需要大火小火。首先呢，把大火把它烧开，烧开。看起来我觉得谁更年轻嘛？他，师傅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陈大厨啊？是不是那个一大堆头衔，名片都写不下的陈大厨啊？果然找对人了。这位嫩香的陈师傅是德月楼的老员工了，19岁就进来工作，到现在已是德月楼最资深的总厨。2005年的时候，他被调任到国务院办公厅服务中心，专门为政要们烧菜。师傅，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充满了国家领导人签字的对手指风？手指风。哇哦！哎，哥看，识字吗？这字读什么？温家宝，温家宝。对。哇哦，这些全都是吗？对。哎，当时是什么样的？有没有就是像那个普通的那个粉丝一样，拿着一张这个明信片，期待，然后他来了你就冲上去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这个是不允许的，只能在首长有时候单独在就餐时，让服务员跟他说一下。师傅，这一本我出价1万块，你卖不卖？这个是不可能卖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不是钱少，这是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啊，值得纪念的东西。女儿是陈军的心头肉，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女儿1周岁的时候，陈军就离开了家。就是一年过后探亲假的时候呢回来。当时在门口，我女儿看到我，简直不知道叫什么。叔叔，是不是叫叔叔了都？对，基本上对着我发愣，因为毕竟小孩子小，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哎呦，心中的愧疚让陈军更加顾家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他都尽量替老婆做掉一些家务，而每周1天的休息日，他也一定给女儿烧他最爱吃的菜。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烧一个水煮鱼。就是每个星期你都必须要烧的，基本上要烧，就是老婆孩子最爱吃是吧？说有咱就有啊。你看呢？这个正好是昨天吃剩的那个酸菜鱼。这个这里面这个细的是什么面啊？那个粉条。粉条，有。家里有一个厨师当老爸或者是当老公真好。这个昨天买了一条这个鱼还没吃完，这个鱼头鱼尾今天准备是晚上炖汤。厨师这一行当不进则退，特别是在德月楼这样的企业中，每年都会引进不少的人才，稍有懈怠就会被新生代超越，所以任重而道远。除了创新，还得将老的东西好好的保存下来。那么今天陈军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绝活呢？今天这个菜赵薇有口福了，领导人喜欢吃的这个菜，名字很好玩，叫做花絮。花絮。影片的花絮。不对。